今日教大家一個搖搖入邊非常重要嘅技巧，就係鬆繩。大家啱啱開始學搖搖嘅時候，可能會遇到條繩玩玩下捲埋一齊嘅情況，嚴重啲咧甚至會捲到打棘。無論係玩蛋形搖搖啊，定係1A 搖搖啊，都會遇到一樣嘅問題。我哋首先嚟學下點樣檢查下條繩係咪需要調整。第一步撳停咗隻搖搖先，之後拎住隻搖搖，兩隻手靠攏。如果條繩太緊啊或者太鬆咧，就會開始翹埋一串。如果係正常鬆緊度嘅情況係會呈現 U 字形，即係呢個狀態。喺呢個狀態做招式嘅時候就會係最順暢。咁鬆繩應該要點做呢？新手一開始可以嘗試放隻搖搖喺下面，等佢自己轉圈調節。但係呢個方式咧就會比較慢。進階少少，我哋就會學一招叫做側轉旋風嘅 side wider 嘅基礎招式。首先做出勁力旋風，之後一樣好似要收搖搖咁樣向上拉，但係就唔接實佢。我哋將隻手移向側邊，令到條繩同隻搖搖喺同一個水平嘅位置。之後就會見到條繩好似變咗 DNA 或者龍捲風咁嘅狀態。再接實翻隻搖搖就完成咗一次吞繩噶啦。以右手為例，一般我哋做招式嘅方向係會令條搖搖繩變緊嘅，而做側轉旋風嘅時候當隻搖搖係喺外側就會係調鬆條繩；如果係內側就係調緊繩。一次唔夠就做多次，直到檢查條繩出現U 型為止。方法二就係學識 UFO 呢一招啦。UFO 算係搖搖招式入邊嘅橫技，即係打側咁掉隻搖搖，如你所見都會係出現龍捲風一樣咁嘅效果。拉翻上手之後就係調整成功噶啦。咁1A 搖搖嘅做法都係一樣，只不過要建立喺識得扳繩回收嘅基礎上面去做。咁點解要做鬆繩或者緊繩嘅動作呢？除咗係要順暢咁展現搖搖招式之外最重要嘅當然係安全嘅問題啦。因為搖搖繩嘅構造問題，如果搖搖繩變得太鬆嘅話，係有機會令到隻搖搖飛脫，輕則整爛隻搖搖，重則就會令到身邊嘅人事物受傷。咁所以建議大家一定要去學識判斷搖搖繩嘅鬆緊度以及點樣去調節。咁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，有問題都可以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我啊！